世界萬行帶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真久無講到關稅，聽講關稅要降做15%，但是台積電愛繼續向美國來耍。台積電敢是王昭君，會好袂好，咱來安怎看？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亞太香港總會執行長曲達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王在良。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資深媒體人蔡玉珍。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咱們隨來看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對台灣的特別關稅，講會甲日本、南韓同款，對20%降到15%。不過交換條件是台積電愛佇美國擱起5間的晶片廠。那麼南亞除了質疑烏商作業以外，嘛認為交易條件呢對台灣袂好。那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有強調，爭取調降關稅，目前已經有一定的共識。台美的關稅談判閣一擺傳出新進展。根據《紐約時報》因消息人士的講法，上近這個月內就會對外來公布，內面台灣的出口關稅稅率會對20%調降到15%，和美國佇亞洲的關鍵盟友日本、韓國攏相同。但台積電必須要佇亞利桑那州閣爭取製造5座半導體晶圓廠。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跟他講，關稅談判的目標一直都是爭取調降賣他家，目前已經有一定共識。在台美第5輪實體會議之後，我方是透過視訊會議還有書面文件的交換，以台灣模式與美國商務部來洽談供應鏈的合作，也請美國提供取得土地、水電、簽證、行政便捷等協助措施，創造對我國業者有利的投資環境。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SMC expanding in Arizona. TSMC joins many companies from healthcare to aerospace that have invested from Taiwan and Phoenix. And we continue to grow the products that we buy from Taiwan as well. 對台積電有可能擴廠，亞利桑那州黃蜂社市長表示真歡喜看到，但是川普政府關稅措施的合法性即馬還未確定。美國最高法院上緊有可能喺當地時間10時做出裁決。南洋這邊煩惱講，若川普敗訴，台灣恐驚同款來付出代價。這5座晶圓廠一蓋啊，那大概就是天下無敵了。美國的法院呢即將判決，恐怕會判決關稅戰川普會敗訴，但是我們事實上已經付出了被掏空的代價。如同過去魏哲家董事長所說的，客戶在哪裡，台積電就前往哪裡。他們的設廠需求，那絕對是依據當地有這樣的市場。台積電去年才宣布喺美國的投資金額加1000億美金來起廠房。美國商務部長就講，並不是補貼的原因，是華府直接動用多元、公平和包容 DEI 條款來談判，迫使台積電擴大投資。這不是美國第一擺以政策工具迫使外國企業讓步。那美國在這個 DEI 的使用方式呢，在之前的巨大呢，就已經使用過一次，就是說我們已經在其他的傳統產業呢，已經試過水溫。最高法院縱使判斷，關稅對等關稅的是失效的，但是呢，美國政府已經透過其他的一種行政法規或行政規則，找出能夠談判的籌碼。學者嘛提醒講，未來川普政府有可能會利用國安、軍購，還是政治角力來做談判的條件，必須企業在美國投資，還是在關稅談判裡面摕到優先地位。經貿辦是強調，等台美做總結會議了後，雙方會對外宣布協議的主要內容。台灣政府嘛會向國會和社會完整說明，而且把文本和評估送到國會審議。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看到這個題目，就感覺啊，這是老題目，啊是到底台積電會是算作王昭君哦，送去背過了，咱規個台灣攏去武康去哦，這是老問題。但是我看真濟媒體吼，對着這裡面的細節無講個介清楚，所以今仔日咱有這個機會，通我來講清楚。不過，首先先來看講。到底安尼會好袂好？咱先來看吼，台灣傳出來就是講關稅15%，台積電要起5間，
哦，高階的製程、甲先進的封裝，啊部分外移，部分哦，吼，美規的車進口稅愛降低，吼啊，美國承諾，台灣承諾對美國的投資可能3000億的美金，吼，啊，咱來看，日本講要對美國投資5500億，那安尼比就好啊，吼，啊，韓國要比3500億，吼，啊，攏15%，吼。啊，咱有台積電，我首先吼，先安尼粗安尼來看吼，柯老師，安尼會好啊，袂好？我是安尼看啦吼，日本甲韓國伊即馬迄金額就已經確定啊吼，所以因是量的投資啦，啊，咱是質吼，品質的投資啦，因為這個對頂關稅最主要伊就是美國哦上根本的原因就是要再工業化嘛。啊，再工業化的上重要是高科技再工業化。啊，咱來知影講，咱代誌，你即擺莫去算講，咱去投資5億，像講啊，咧袂好啊啥？你愛想講，即擺台灣的土地甲電，咱有才有個應付，譬如講個5間的這個半導體的廠，吼，啊個咱台灣的綠電，吼，咱的比重，吼，甲美國的有夠買無？有夠買無？吼，所以講你對這個方向來看，因本來就是敢若講。消費者迄個最主要的市場佇遐啊，我想台積電，伊即馬咱來想最近的一個新聞，3奈米哦，供不應求，你著台灣你著無夠啊，你台灣生產你無夠這個市場的需求嘛，所以講你早晚你著是愛往外口去設廠哦，啊你即馬美國願意提供你水電哦，那而且咱知影講這個。AI 吼，伊的這個應用吼，即馬還閣未看，還閣看無這個邊界吼，所以講這個咱若用好處來看吼，用好處來看的話，應該是相比較日本跟韓國，應該是無較歹啦吼，因為伊金額確定啊嘛，哦，啊，咱即馬是講要提供這個，提供伊美國的這個再工業化，咱伊講伊是量的投資，咱是質的投資啦，會按呢來看。啊，若是至到講下半段吼，咱才來講，台積電要安怎出去？出去了吼，袂空去。那其實吼，一個上直觀的就是咱的股市，哇，貴啊，佫一步步啦。啊，這到底是什麼情形？小等才來講吼。但是我要請教洪老師吼，我看手頭這個咱的經貿辦公室吼，有做這個書面報告，無，這無毋對吼。美國跟咱講的就是因為工業再工業化，吼，所以伊的農而且伊的農產品，吼，農工產品要入來，即擺看到，咱要愛的是安全，吼，安全的供應鏈，而且佫變做是高科技建立，吼，伙伴的這個關係。對。老師呢，對這個觀點來看，這個關稅安尼有成立啊，無成立？安尼講就是咱拄個大聲有講到，就講迄個台積電迄個市場吼，美國遐即馬已經佔迄個台積電吼所有營收的75%啦，吼，就講75%吼，所以對市場主要是佇遐嘛吼。啊，另外你講到就是講迄個合作的關係啦，吼，就是講咱台灣產業的結構，較特別是講吼，咱的半導體吼，就是講迄個佔咱的產出吼，啊是講出口也好吼，啊是。新珠也好，等等吼，是真重要的地位吼。這方面是其實甲日本、甲韓國無相像的所在，所以你講這個談判目前看起大概會好啊，袂好。除了講迄個表面上這個金額以外，可能另外一個考慮是講對咱家己本身的衝擊有偌大吼。啊，從後咱因為咱是較特別，這個產業真重要嘛，所以目前咧台積電企業投資當然衝擊較大，這是直觀來看。啊，第二個是講咱本身有開放無吼，比如講咱的稻米的市場等等是毋是甲日本共款？因為韓國無開放嘛，吼，啊是毋是甲日本共款？這嘛是第二點要來觀察的所在。啊，第三個是講迄個，因為這市場甲迄個產業是動態，伊一直咧變化，一直咧變化。所以咱常咧講有一個作家咧講迄個。脆弱吼，伊講伊提出一個名詞，或者反脆弱。就講伊個脆弱的反面，毋是頑強。脆弱意思，反脆弱意思是講吼，你就要利用你目前的機會，甲你準的條件吼，進一步來發展。啊，發展咱出咱比較對咱家己較有優勢所在。所以意思是講吼，
咱台灣靠美國，啊，佮當然咁嘛共款是安全問題，軍事真重要。所以，有準有這個貿易的一寡談判甲內容，咱就來看講出什麼款的條件甲內容，就這個做基礎，繼續發展。比如講，你都要講到航太、醫藥各方面這個產業，咱會當進一步全面來發展。這是我家己的看法。老師，按那232條看這項代志，伊咧調查。這可能還佫一個變數佇咯。是，迄個232吼，安尼講，因為對頂關稅是主要是國家變嘛，吼，啊232是迄個產業變。產業變啊。啊，一般國際評估來看是講吼，因為美國家己準備發展 AI 嘛，吼，啊因為咱呢個台積電的高階的這個晶片是發展呢個AI 上真重要的關鍵的物件嘛，所以為這個角度來看，其實美國對232甚至對半導體來講，要扣關稅，應該伊袂扣真懸。啊，第二個甚至是講吼，伊若扣了以後，因為中國吼嘛出產真濟相關的產品，會引起中國的報復。所以為這兩個觀點來看，比美國對232吼應該是真節制。哦，那蔡老師你安怎看呢？我感覺第一點就是講，主持人一開始講會合袂合吼。其實要講會合袂合的話，愛看你對幾個角度去看。第一點就是講，別人若去，啊，你要去無？哈，比如講三星要去，啊，你台積電愛去無？啊，三星若有去，你台積電若無去，美國到時用關稅來甲你扣100%，像因講的，安尼你賺會掉無？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講，你去的時陣，雖然講我去三星是了的，但是凡是因為你去扣較懸，所以三星的訂單會變較濟。所以伊即馬伊就變成有利潤。啊，即馬你若去的話，是毋是你有法度參三星來競爭？其實咱若要轉來講會合袂合的話，對着即馬即個先進制定的即個廠來講吼，伊上重要就是伊機械設備的這個投資啦。啊，大家攏知影講機械設備的投資上重要的，大家考慮啥貨？就是即個積聚的成本。啊，伊積聚的成本一定會足懸的。啊，你要哪互你積聚的這個成本吼，會當降落來，會當甲伊 cover，你就是愛你的產能的這個利用率有法度扭我懸。啊，你的產能的利用率若要甲扭我懸，你就愛你的物件愛安怎？愛有人想要甲你買嘛？就平平伫市場頂懸，大家有人要互你訂單嘛？啊，你要哪愛有量？你的良率愛好啊！啊，你的良率咧，若愛好的話，你若講咱台積電參三星、韓國的南韓的這個三星比起來，咱敢會驚伊？應該是袂驚伊吧？若會驚伊，咱佇台灣就輸伊啊，咱袂到美國較輸伊啦。所以咱若佇台灣，咱即馬就有法度贏伊啊。咱去美國，伊都無咧驚，咱去，咱一定比伊更加毋驚。所以佇即個情形下，只要咱的即個台積電佇即個部分，第一點就是講良率會當繼續維持；第二點，即個產能的利用率會當繼續來維持佇即個觀點的話，對着台積電來講，伊平平大家攏一定愛去。即馬毋是互你講，互你選擇講你要去毋去，即馬是講你一定愛來。所以毋是即個咱台灣國內的即個輿論咧講，哎喲，啊咱哪會要去？咱就甲伊講啊，咱就莫去，咱無即個選項。對啊，咱台語講一句就長啊，無效啊。吼，所以你若要講的話，就是講，大家一定愛來嘛。啊，你講台積電要去無？你講今仔日台灣政府講，啊，你家己考慮看覓，伊反正伊嘛是愛去啊，是安怎？因為伊的客戶。嘛是有這個壓力嘛，因為咱知影講 NVIDIA 伊咧算講要佇美國的投資，得甲台積電的投資講甲算入面嘛，所以無伊一間即個咱講的講做設計即個公司，伊哪有可能有遐濟投資金額生出來？對啊，大家攏是我的供應鏈，我規攏甲你算入來嘛。啊，今仔日你若無愛去的話，我講阿爸去啊，無即場我就無算你啊吼。我就去找三星，雖然伊的良率較歹吼，但是伊願意來，我願意甲教。但是你若今仔台積電若去，今仔日就無共啊。對着伊來講，伊的訂單會當繼續來維持，伊的即個訂單若有夠濟，伊的廠伊就有法度 cover。但是咱直接要講的就是講，對着台積電來講，我感覺伊面對着即個壓力吼，有哪是倒轉來講，大家咧講的人才，是安怎講咧？我講一個重點就是講。今仔日大家咧講的就講，若今仔日即個 AI 的需求若是真的，袂講怎無伊吼，毋是講高價咧差價，
估計攏是真正慢慢咧反映。雖然講估計有可能參你的基本面有一點仔脫節，但是基本上來講 ，AI 這個需求對，那一直存在的話，會發生啥物代誌？你會當想的講，像 Google、像 Microsoft、像 NVIDIA 這些美國公司，因的訂單會接袂了呢？因的訂單也接袂了，因對人才的需求會安怎？嘛是小共，一直想要請人。因若一直想要請人，台積電去美國要請人的機會會拄到較愈較濟困難，因為因一定會甲有關薪水嘛，所以伊要搶人才的話，毋係干那有薪水爾，伊薪水有起來，凡是這人才嘛無一定要去。因為咧，佇即個半導體這個像台積電這種的公司來講，坦白講，這個就業人員因嘛是真辛苦，伊毋是講咧設計軟體公司，迄是有一段真大的差別的。所以佇即個部分來講，我感覺台積電咧想的吼，毋是會好袂好啊，是伊的訂單只要有夠濟，伊就有法度繼續安尼起落去。啊，再來轉來講就講，安尼是毋是會拄着咱拄只影片內底講就講，安尼就是要互台灣怎啊抗議？台灣來抗議吼，佇台灣的廠商攏過中國的時陣，早就去用抗議啊啦。今仔日咱已經講過6件啦，就是講即件大家要去美國投資，是為伊的要求，就是講想要接近市場嘛。台積電的即個董事長講的，就是講客戶佇佗，阮就佇佗。啊，客戶即擺攏佇美國，啊，台積電要佇佗，伊當然嘛愛去美國。啊，無伊會轉來拄只邱老師有講到就講。台積電伊佇當初時要去美國投資的時陣，台灣人真濟攏真煩惱嘛，吼啊！咱可能全世界找無一間公司會當昨參美國總統開記者會，今仔日隨參咱家己國家的賴總統來開記者會。台積電迄時陣，即個為董事長會講啥話？伊講因的產能就是無夠，伊甲要一直咧起產線。我敢若會記得即個包啊，吼，在美國較歹食。迄個毋是，就是迄個鼎泰豐啦，吼，伊咧講的是講即個即個小店，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講，伊都已經甲你講吼，即個產能都已經都攏無夠，伊愛甲一直起產能啊，但是咱即馬就面對着咱的土地啊，咱的人才攏真不足啊，咱若互遮的廠商無法度處理，伊繼續佇台灣，這開是大家真正煩惱。這是死路一條。對。你就敢若剩即個嘛，所以你的經濟風險其實會變成愈來愈懸。安尼對着咱台灣是好的嗎？當然有一寡希望台灣無好的人會希望繼續安尼啦。但是這個煩惱，一般的人聽到空哦，哇，就驚嚇。對啊，但是伊毋知影講這是頭殼空的人咧，甲伊講這是空的。但是吼，我嘛真正奇怪，你咧講空哦，啊，股市咧噗噗，有真正。對啊，所以這件代誌若是歹代誌。第一，這個投資人吼，你看到美國的 TSM， 就是台積電的 ADR， 啊，擱台灣台積電的股票，啊，擱參台積電相關的將近100間哦，這的這個股市，其實大家應該知影台灣的股王是啥？台灣的股王叫做信華，信華咧做啥？伊咧管理所有的晶片。所以伊一張，伊即馬一個是8000幾塊，等於講你若有一張的股票有800幾萬的即個意思。所以股王底下，互你看講，即個晶片，即個產業，半導體即個產業，毋是假，是真的。所以你看，即兩天紐約時報報即個咱的台灣的談判的可能的預測，就是講參韓國、參日本共款的條件，但是咱要去投資的金額。哦，參韓國跟日本比起來，其實咱是相對是較好的。為什麼？因為台積電會帶足濟廠商做伙去投資。啊，安尼變王昭君咩？即馬袂使安尼講，為什麼咧？因為這是經濟問題，攏是需求的問題，就是有這個需求。大家若想到講2007年吼，迄個時陣賈伯斯甲你生產蘋果出來的時陣，大家有感覺講，吼，這個手機哪會遮好用？我咧摕咧攏毋放，對無？但是即馬你有感覺講，你逐工攏要參 AI 講話，吼，你身軀頂有地無爽快，你嘛去問 AI， 啊，這件代誌一稅問題要安怎，你嘛去問 AI， 就是講這個需求是真的還是假？我感覺即馬因為台積電所帶出來，不管是晶片所做出來，包括醫學哦，包括太空吼啊，包括所有每一種的產業，包括電動車。你講黃仁勳，伊即馬講要參賓士做伙來研究自駕車。
吼啊！你看黃仁勳若要參德國、參賓士來做這件代誌，啊，晶片要用啥個？一定是台積電嘛。所以這個但是用美國的台積電還是台灣台積電？其實吼，台灣的台積電即賣供應這件代誌，敢若會使講吼，台灣即賣台積電有19個廠，吼啊，美國亞利桑那是第1個廠起好啊。吼，後壁佫有3個廠要起，啊，伊即馬講啊，咱佫增加到第幾個廠，迄是因為有即個需求。你就想講，即馬所有的物件攏愛較新的，哦，攏愛3奈米，甚至到2奈米。啊，伊即馬所宣布出來是講，即個良率的即個控制中心，就是我即個3奈米到底到2奈米，我的良率吼好歹，我直接踮美國設一個廠。哦，但是這個良率好歹工程師佇遐向來控制台灣，所以研發中心所有的物件的研發攏佇台灣，所以唔是講甲台灣的。所以有經濟，你的意思是講，包括伊的配方 recipe， 啊，甲要安怎偵測 debugging。攏佇台灣控制，對，攏佇台灣控制，但是這個良率哦，比如講對60%要進步到80%、90%，這良率的控制，遐的工程師甲廠商嘿，甲廠商講啊，我即馬需要改啥物，我需要改啥物，但是所有要改善、要控制的中心佇台灣。其實你若知影講吼，台積電嘛，足濟即種零件供應商嘛，足濟阮歐洲有一個公司，自早就對1奈米，因的做的1奈米是迄個光刻機，對無？哎，因早就已經做到1奈米啊，所以。這個物件你敢搶會去？搶袂去嘛？但是台積電這個老大的，即馬帶出來的產業是台灣的根本。過去咱講美國矽谷，即馬全世界攏看台灣，所以大家毋通佇遐用政治操作咧哈講哦，安尼叫做美積電吼。啊，日本成本起好，你哪無講啊？去日本一個廠，迄是日積電哦。後日啦，德國德勒斯登講叫做德積電，對，名稱名是安尼講。但是美國這5個廠，毋是講咱上新的技術，工程師攏搬去遐，是因為客戶。美國的7大公司，包括 NVIDIA， 包括 AMD， 包括 Google， 包括這個所有你台灣的投資人會去投資美國的這個好公司，即馬攏抑閣咧去。所以這件代誌若是歹代誌，美國的股市這個前幾名的這個公司會升落，啊，敢有落無嘛？啊，包括台積電的 ADR。包括台積電本身第一天看到這個消息的時陣，外資敢有走，外資上巧啊，外資敢有賣股票，你看講啊，係啊，台灣要去用挖空啊，台積電以後會去宣布刷去美國。其實這個結果，敢若是川普要愛一個物件，什麼物件？就是平衡貿易逆差，就是後日啦，因需求這爾大的時陣，對台灣買去的物件。比例會降低，所以這是平衡貿易逆差的一個方式。但是絕對不是講要甲台灣、要甲台積電這個什麼動搖國本。其實台積電上大的股東是外資啊，啊毋是中華民國政府投資的公司啊。所以你嘛袂使講哦，這安尼就是將台灣的台積電搬去美國，叫做美國人的台積電，根本不是這個代誌。所以這攏是政治操作。是，蔡老師，我就是講，之前一直關心講是不是王昭君啦，我嘛伊是王建民啦，因為伊的市場就佇美國嘛，啊，所以的球迷大家想要看伊拍球，伊當然伊的需求佇遐，伊就愛去遐嘛，所以我會感覺講，大家毋免遐煩惱。所以咱來做愛互伊專心拍球。對啊，啊，咱台灣嘛袂講，因為好的球員出去，就互咱台灣的棒球怎抗伊啊？咱台灣嘛袂講，互咱台灣好的歌手出去，怎互咱台灣怎抗議啊？咱過去有真濟咱好的球員、好的歌手，甚至人日本嘛是啊。互我定來講，就講即個大谷翔平，伊若無伊佇日本，大家知影伊足厲害，但是大家毋知影講伊真正遐厲害。到美國到底是偌厲害？本來佇日本，敢若日本人甲一寡台灣人知影伊厲害。到美國的話，全世界攏知影伊真正足厲害。啊，日本有抗議無？無抗議啊，所以用一個廠商，用一個球員出去，就會互你的這個國家怎啊抗議？其實愛煩惱的就是講，這個國家是毋是真正坎坷的？伊若毋是坎坷的，伊當然就袂有這個問題啊。
啊，這毋是咱台灣即嘛，咱看到不管是股票市場也好，咱經濟成長也好，攏證明咱台灣的經濟是實的，毋是空的。是，這講到這個王健民哦，我頭拄看到咱的總統府發言人講到這個政府的模式，我要先請教曲老師吼，這特別伊咧講吼，講金流台灣布局全球啦，台灣模式是用甲美國來談判吼。供應鏈的合作，而且爭取對等的關稅吼，無塌起來。啊，個 MFN 最惠國的大夫，就是咱即擺看到的15%。但是內面啊，佫有一個 G2G 的合作。這個 G2G 的合作，這個一般的這個有邦交國應該是真容易。這台灣會當有這種開始有這種待遇，這是什麼意義？曲老師，我想講，讓大家有印象啦吼，咱台灣較早種作想要甲美國談 TIFA， 吼，伊連 TIFA 都無愛甲你講吼，但是伊即馬這個除了 TIFA 以外，伊這已經更進一步吼，就是講，比如講，因為你台積電有這個優勢，那即馬個這個 AI 崛起吼，那台灣拄啊這個佇個高科技供應鏈不可取代吼。所以美國知影這個重要性，伊即馬甲你進行的，這是較早咱求都求不來的合作機會啦。哦，說講一句有影是安尼吼，啊，而且講咱即馬譬如講更加進一步甲美國的這個科技合作，而且個最主要的客戶佇遐，吼，這款機會佫愈少，吼，因為咱譬如講較早咱你講緊這個多邊啦，吼，就足儕國家的這個譬如講經濟合作啊什麼，絕對要有一個大客戶，吼。啊，譬如講，咱舉個例子，迄個 TPP 嘛，吼，咱到尾變做 CPP， 咱台灣想要入去的，較早超2010年的時啊，遐爾重要，因為美國佇內底，一個全世界上重要的需求的市場佇內底，美國出去了，即擺是咱那個足重視，但是其他國家因為剩的攏是供應鏈，吼，這個最主要的市場無去啊。咱這樣的機會是這個美國這個最主要的市場要甲你 G2G 的，無邦交啊，而且要甲你講很實質的這個經濟的互相投資合作哈。我咧看講這個代誌後邊來講，比如講這個整個高科技哈，這個形成哈，變做一個雙核心，一個核心呢是咱台灣，哦，就是他都話有經濟啊講迄 recipe 佇咱家嘛，哦，然後呢，另外一個就是咱美國哦，市場佇遐啊個有。啊，豐富的這個資源啊，土地啊，電啊，什麼電上重要嘛？你看咱台灣，對吧？這個其實你若講正經台積電吼，迄五張工廠吼，正去台灣，咱暗時攏愛點蠟燭啊。留喺台灣的話，我看大家煩惱啊。暗時無休息，然後是講你電有夠無？你電到就夠，你土地有夠無？吼，那所以講，即馬這個機會，我感覺是百年難得一見啦。哦啊，而且愛好好啊去把握吼。那最主要的講，這個以後這個水到渠成吼，其實比咱台灣甲美國簽這個自由貿易協定更加有實質的幫助啦。哦，簽協，洪老師你安怎看？安尼講就是講，其實全世界迄個國際經濟迄個形勢吼，已經演變到即馬最坎站，就是講較早攏有規則嘛吼。世界貿易組織的 WTO 吼，啊，問題是美國川普2.0以後吼，真正大家看真清楚嘛，就是伊較希望是我甲你面對面吼，這兩個吼，啊，所以是有咧客製化啦，就是講伊真濟種貿易的一個談判內容攏是客製化吼，啊，所以這是對於全世界迄自由貿易來講，其實是真大的風險吼，啊毋過話講倒轉來講，較早的迄個。固有的迄個世界的經濟秩序吼，咱台灣是互邊緣化啦，咱攏無機會去參與吼。啊，所以無定川普迄個平盤以後吼，全世界有新的這個經濟特殊以後，台灣真都有這個機會哦，跟美國吼直接啊來合作啊，不只是迄個經濟啊、技術啊、高科技啊，當然咱上重要是國家安全問題哦，因為這方面美國還是上大的迄個支持者啊，所以為這個角度來看，其實對台灣是好的啦哦。問題是講，當然我做一個經濟學家嘛，是要有些提醒，這嘛有受一寡風險在內底。哦，因為你從大部分較早當然講，咱對中國有風險嘛。哦，伊對你有迄個土地甲主權的野心。
吼。啊，問題是美國出嘛是一個風險，咱可能嘛是要做一寡評估。老師，你認為美國對咱的風險是啥物？美國對咱安尼講吼，拄啊，迄個民方有咧講就講，其實是是咱台灣甲美國做陣關係，咱毋是王昭君啊，可能是王建民。其實老實講，我家己看也是介於吼王昭君甲王建民中間啦。為啥物？因為你講咱當然咱講你個經濟比較利益嘛，講你當然台積電伊陣客戶是大部分都佇美國無毋對，因為 AI 需求，吼，迄大部分都增加已經7%啊嘛，哦。問題是講你若無即個美國即個談判的話，其實可能無遐濟會去寫遐濟搶，所以出面來講，我感覺可能嘛是咱大家認真考慮的所在。阮之前吼有做一下初步的研究吼，有幾個指標啦，譬如講，咱台灣咧做晶片的產業，所謂的即個機械設備有通好自主無？有，莫過去外口採購，咱家己當地台灣本土有通好生產。第二，咱的人才是毋是有轉來？譬如講去美國做了3、5檔了後，囡仔大漢要轉來讀冊，吼有即個理由啊，而且在內面的需求嘛，更較提升。第三是啥物？第三是咱台灣本地的即個投資的條件，互你較優惠。咱台灣本土的即個政策條件是毋是有即個鋪排？我要請教蔡老師。你若講咱是毋是即馬有即個自我研發即種能力吼？其實我嘛佇即幾冬來，拄則劉真史也講到，就講啥怎伊會佇咱台灣設一個研發中心？因為你要設一個研發中心，毋是遐簡單，就是伊的技術已經有夠啊，伊的人才已經有夠啊，伊有法度。我就想講，啊，你要即馬電腦遮方便，你就踮咧美國設總部啊，你連線就好啊，是安怎佫搬來台灣？因為伊這是生產制定的研發，伊有工廠佇遮，伊這是想安尼啊？伊毋是聯發科啊，對無？伊毋是像 NVIDIA 啊，伊會當像因遮個晶片設計公司，早就全世界攏有設辦公室，攏有人才咧用啊。但是伊的生產，伊的總部就佇遮，伊的生產的效率有法度遮爾高，就是因為講較歹聽，伊有法度3班制啦。啊，伊啥怎伊有法度機械就有問題，伊佇真短時間就有法度解決，因為咱台灣有夠細，咱台灣有夠方便。即個物件，你選美國，你選日本，你選德國，日本可能較有一點仔機會。你去美國，你去德國是無即種環境，互你安尼有法度繼續不斷的即個研發。今仔日我即個物件有問題，啊，我愛停半工，停1工，迄對着台積電佇咱台灣的研發文化來講，伊敢擋會掉？絕對擋袂掉。所以啥怎伊要甲重要的研發的中心囥佇咱台灣。當然，伊若即個物件較成熟啊，伊有法度甲刷對美國去，互伊去慢慢咧生產。啊，美國廠遐有問題，當然美國遐有一個研發的中心佇遐。但是迄種的研發的中心，但參佇咱台灣真正咧用即個先進制定的研發的中心，迄個情形是完全無共款的。所以，迄絕對無可能講啊！你就直接怎啊甲搬對美國去就好啊！安尼就有法度解決。那安尼的話吼，其實咱嘛毋免高鐵啊啦。咱就逐個手機啊拍開，講啊，你機械即嘛有問題，我即嘛甲你教吼，你安尼調就好啊。叫我的影片做落啊。這是有專業技術的。若有法度安尼調的話，迄中國早就規套甲你學了啊。吼，所以我感覺講，啥那研發中心佇遮，咱有即個自我研發的能力無，重點就佇遮。啊，甲第二個講就是講，咱家己其他的供應鏈有咱家己有法度建立咱家己本土的供應鏈無？其實即幾冬來，咱就是咧做幾件代誌。咱知影講，咱台灣有真濟重要的即個精密的即個化學原料是對日本入來，但是咱台灣有一寡廠商嘛，開始慢慢啊咧開發即個上先進的即個化學的即個原料。關東新林啦，對。啊，所以你就知影講。就是講，即個物件伊是無法度急的啦，伊是愛慢慢啊一步一步去試出來的。所以咱家己嘛有慢慢啊，即個本土供應鏈出來。啊，你講若去美國有即個本土供應鏈無？伊就自頭到尾無台積電佇遐，伊哪有迄個供應鏈？伊即馬若有，一定是對外國怎刷入去的嘛。吼，我過去捌看過一篇報道，是講含硫酸，迄特別高級的硫酸，伊攏愛用飛機對咱台灣運。伊就是無法度啦。所以你若要講咱家己有家己本身的供應鏈，就是安尼。
第三點就講到人才的部分，就是因為咱有安尼人才，啊，甲配合咱安尼廠商，咱較有法度，互台積電怎佇台灣一直不斷的研發，啊，一直試出講伊領先的這個制定啦。所以這個物件吼，攏是慢慢啊一點一點去甲累積出來。咱莫講美國就好啊，全世界你要講找到好的人才的國家，三星佇韓國有法度找到上好的人才無？絕對有法度。但是三星嘛，真久的講因想要領先，想要超越這個台積電，伊有超越無？無，攏講碰碰的。啊，中國嘛，甲你偷足濟人去啊，伊嘛無法度超越。所以就講佇這個情形啊，其實咱愛冷靜去看。當然有一間真厲害的廠商要刷去美國，大家攏會煩惱，講袂煩惱這是騙人的。但是你愛去想講，你是要處理較好，還是要談寸較好？伊只要伊有法度。佇厝繼續安尼做研發，啊，別位的所在無法度去甲你超越，你就免安尼煩惱。啊，你無想要互超越，你家己嘛是愛拍拼啊。你毋通敢想講我怎啊摸咧就好啊，我就一直變成世界第一，全世界無遮爾好康的啦。今日台積電若是因為講伊一直佇台灣，伊嘛無講伊就是一定會領先的。過去張忠謀董事長伊嘛有講過，伊講台積電。即擺是領先，但是已經毋是袂當講伊是第一的，伊是永遠領先的，因為三星還佇後壁。但是現實是咱甲看即個辦勢看起來，其實咱台積電的領先地位應該是比三星繼續頭前的。好，所以我會講，要甲觀眾朋友講來講，會煩惱這是正常的，但是要煩惱的時候，咱去想講每一種無共的可能性，才會發生袂。啊，會發生的話，咱台灣有法度克服無？然後法度克服，啊，美國遐嘛無法度，怎啊過甲你搶過？你安尼煩惱就變假嘛。吼，我毋是叫大家莫煩惱，但是咱愛理性來思考。是，尤真姐哈，其實這一連串這從開年以來，也是因為過年吼，外國人過年了，哇，直買。台灣這個股市，咱對股市來觀察就知影講，到底有幾項。甲台積電相關的這產業，吼，你講名也袂要緊啊，反正咱這也毋是盈利數哦。你講看賣，這幾項物件有啥物意義？其實吼，我要甲大家講，因為台積電，因為這個 AI， 因為台灣即馬是全世界遮個科技的中心，所以本來足濟已經是叫做百紅尾啊，吼，迄種百的公司吼。像有幾間什麼南亞科啦、吼力積電啊，遮本來做DRAM嘛，啊，迄個足害啊，迄叫做三大產業啊，迄彩色的產業安尼。結果本來像南亞科已經落到20幾塊，迄大塑集團本來就伊做塑膠做遮吼，已經攏稀咧咧啊。結果今年煞活起來，為什麼？因為要發展 AI， 這個記憶體，吼，這個記憶體煞需求。足大的，所以本來已經了錢啊。本來我足儕朋友講吼，因公司要開始留職停薪啊，吼，就是迄個叫做放無薪假吼。結果即馬煞講，哇，一個月就賺塊三塊四啦。啊，今年度吼有才調賺20幾塊啦。啊，所以講有年終獎金呢。哦，不止年終獎金哦，因迄大塑集團內面遮個公司吼，就大塑啦、南亞啦吼，本來攏稀咧咧啊，結果講啊，那會變對20幾塊變200幾塊，趕緊賣咧做小。所以足儕像即款的產業，本來是你若無對着即波誒即個機會，但拄仔咱講台灣的遮個公司吼，有法度通好對着一個台積電做伙發展無？有啊，包括你看遮個。包括什麼？包括 Coors 吼，啊，包括封裝嘛吼，啊，包括光矽光子吼，啊，佮包括最近當然先進的，包括太空啦吼，就是因為 SpaceX， 你看哇，原來特斯拉原來伊所有要去發迄個馬斯克要發去太空的物件，所有的供應鏈嘛攏台灣，所以一個昇達科。對，本來100外塊起到600-700塊、700-800塊，對去。有影真好笑。對，所以你著看講吼，台灣本來這個公司啊，看起來都已經稀咧咧啊。像大眾電腦，大家應該有印象嘛，以前攏標迄個
台灣的公家的這個電腦嘛，對不？利友嘛，吼。結果伊即馬做啥？伊即馬做矽光子，叫做大眾控，哇，矽光子，嘿，所以即馬攏已經併起來。啊，包括本來做藥廠做了嘛袂歹的一寡公司哦，本來你講你做藥啊，你要做拼贏美國、拼贏德國足困難的嘛，對不？結果伊即馬該做啥？伊即馬嘛去接這個台積電的特用化學，哦，就是這個特用化學，所以。以前可能愛講這個技術愛靠日本，即馬唔免，即馬台灣家己這方面攏足厲害。劉小姐，你剛剛安尼講吼，這陣吼，啊，規個要刷去美國嗎？可唔可能？即馬唔是講這個人要刷去美國，比如講台積電即馬講 OK， 我即馬要設地後壁要去繼續建廠對無？對建廠的廠商漢唐、帆宣，吼，啊，甲伊要供應伊遮的材料。機械，哦，包括做了要封裝，吼，啊，包括做測試，啊，包括後日啦，哦，這個矽光子，吼，所有個新興跟南電，對，新興南電，所以這個公司吼，你本來看講，你看伊無點，結果即馬吼攏足厲害，所以台灣的股市即馬足儕人攏賺800，為什麼？啊，都本來去互川普去年4月初2，驚一個剩17000點。啊，即馬3萬外點，大家有想到講，川普這個關稅，甲你嚇驚一個安尼，對17300幾點，8到3萬點，你有想到無？其實吼，我感覺大家愛想清楚，對那個男人，吼，那個男人就是黃仁勳，等來台演講開始，伊互大家看到 AI， 甲伊有代誌，有所有的這個。要發展的這個廠商，伊就來遮做伙討論，做伙參詳，做伙食飯。哦，啊，伊去對，大家就對到對。其實對台灣來講，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因為 NVIDIA 是黃仁勳台南人，吼，啊，蘇姿豐，吼 AMD， 伊嘛是因兩個當然是親家嘛，吼，所以台灣這去美國的這優秀的。應該是算第2代，攏即馬是靈魂人物，所以因對台灣這個廠商、對台積電、對這個供應鏈是無條件的支持，所以這是干那目眶紅的人，吼，包括替中國講話，吼啊。華為這個中國這個公司，其實是目眶紅講啊，我都食袂到，所以底下咧唱衰講台灣這個技術、這個廠商攏去互美國學了，其實唔是。帆宣漢唐跟我講的這個新興南電這，因攏是 OK 有需要，我去美國設廠，我等於講本來這個發展內面，我佫加增加去美國設廠，所以即馬要佫增加5間公司，不管是如何，這是有需求，經濟會繼續發展，訂單會繼續出來，我就去遐設廠。啊，我若無訂單，我去遐設廠要創啥？要關網啊？要釋互川普看講有哦，我有來設廠哦，我有照這個談判的交代哦。無人會安尼做嘛，所以有這個市場才會去做。有這個市場，大家若看到講股市是毋是佫會繼續發展？看美國的股票，美國的這個公司，美國的股票若佫繼續發展，台灣的錢偌濟人去買美國的股票，即馬你敢若無去買到？無去買到即個 AMD 美光啦，吼，啊個即個 NVIDIA， 你若無去買這個美國公司，你嘛真正失去，因為你攏唔捌。所以即馬是即個情形，美國參台灣的股市，這攏是看台積電相關的這100外間的這叫做啥梟雄啦，吼，就是真正是集中。你若無這挖着了，啊，你看中鋼啦，袂起啦，台塑袂起啦，做紙的袂起啦，做啥？其實。你若做芳一個，你若參科技，你若參 AI， 甲袂着，即馬嘛足厲害啊！你看，這個巨陽這個公司攏足厲害啊！所以你都愛參與合作伙，做藥廠的即馬嘛參半導體、參晶片合作伙，因為我做化學的，所以你只要有合作伙，你的訂單會出來，有這個需求，才有這個。工廠會當增加嘛，所以這哪是違抗，這根本就是要佫繼續發展，要佫繼續起。頭頭講到這吼 AI 啊，整個產業吼，但是吼，咱有一題，顧老師，14條對美國的保險，真正會當咱控制嗎？台灣的金融業對着美國的保險哦，合計講高達14條275億。
這個金管會講風險會當控制，佮敢有影？我看到這規啊硬去，咱會是銀行甲壽險，而且資本的韌性，那是一旦美國若有一個失角出，這14條的，這要安怎處理？其實我對台灣金融業的韌性是真有信心的。哦，那你會記得咱這個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時，吼，其實迄陣迄邊敢若日本啦、歐洲、美國攏出代誌啊，吼。啊，咱是2009年的時候，伊這個海嘯，吼，透過這個貿易管道是咱台灣才受到危機。所以講2008年的時候，咱台灣是無代誌的。為什麼？因為咱的這個對金融業要求足懸的，吼。特別你若會記得前一陣子無偌久一個新聞，就是咱台灣各位列出這個所謂大到不能倒、大到袂當倒的這幾寡金融業，包括這個民營的銀行，吼。你就是講你的這個法定準備，你愛擱評一般的這個銀行擱較調擱較懸啦，吼。那而且另外來看美國這個問題的話啦，吼，即馬煩惱的應該是這個高等法院的這個判決啦，吼。但是咧，吼，這個高等法院即馬是敢若講有一寡美國公司甲做伙想要，敢若講哪會當的話，這個關稅看會當給當來無啦吼。啊，但是咱要了解就是說，伊其實宣布足儕方式啊。伊即馬伊動用這個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案，是因為伊的這個效率較懸，伊要較緊。伊還佫有足儕貿易法，因為你看伊進前有這個232條款，其實232條款的殺傷力足懸，伊國安條款，啊，1962年貿易擴張法，然後1974年貿易法下面各路者條款啊，好有201啊、301啊等等，所以講其實這個就算高等法院判決最後啊，敢若是可能這個法院吼去用質疑別人個用，伊也佫有其他的方式啦吼。那而且我感覺最主要就是講，這個無代表講過來美國就會發生這個資產危機啦，啊，無一定。你可以講，就是講咱的這個普選就會出現問題。但是我看伊開始要處理，因為這個聯準會主席開始要個起訴，要創啥，要個徛空。這個代誌我顛倒是看講過來吼，美國的這個談就是今年吼，未有這個咱講的軟着陸。為什麼？伊第一大而美法案去年通過，伊今年開始家計部門可支配所得增加，而且企業吼去投資會當獲得比較好的優惠哈。那而且呢，你這個這是算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擴張性財政政策要發揮效果，就是你貨幣政策愛較寬鬆嘛。啊，你即馬伊處理這個保額這段，就是過來吼，可能迄個劇本就袂照去年12月的點陣圖安尼行，吼，因為去年12月點陣圖我看啊擱足保守的對無？吼，伊即馬甲人有傷安尼，人有傷過來吼，我看3月反正6月較確定啦吼，這個利率點陣圖出來，搞不好就很寬鬆啦，所以講美國出現這個軟着陸的現象，就可能機會佫愈少啦。洪老師安怎看？安尼有幾個問題，第一項是講迄個破險啦，吼，就講咱真濟迄個壽險業吼，真濟資產佇用美金嘛，吼。啊，大家咧講吼，美金因為講川普伊迄個大而美的法案吼，你講當然對美國經濟有迄個刺激的作用，問題是嘛有迄個政府債務吼愈來愈懸的即個副作用，所以大家對於美國的迄個債券市場頂頂哦無信心嘛吼，所以美金有可能會。但聽講賣上最是中國人，美金有可能會貶值啦，對，會落價。啊，你若美金若大幅貶值哦，其實當然對你用原來吼，你買美金迄個資產就不利嘛。所以你若講金融風險是佇遮啦吼。另外是講迄個，就是講迄個鮑爾喎，迄個聯準會迄個獨立性吼，其實這是大家攏咧看吼，因為你迄個美國嘅聯準會獨立性若無以後。對大家對迄個美國的金融市場甲美金信心就較差，信心會無去以後吼，伊連講美國人若是要發行債券哦，要來迄個扣錢，其實伊愛互你的迄利潤，迄個利率愛較懸，所以伊袂好嘛，所以這方面其實也對美國是真傷啦。
但是即馬有一種話就是講，反正 Trump 吼，即3檔大家喙齒管改吼，啊聽者就過啊。是啊 ，When in Trump, do Trump's likes， 安尼啦。是啊，就是講我家己的判斷啦，就講咱舊年喎，吼，2025年吼，就是講迄個全世界大家攏繞着迄個川普團轉嘛。伊就一言一行，伊講要今日要加偌濟關稅，等等，大家攏無真濟無確定，攏會真驚嚇嘛。因為美國是重大的市場。啊，不過我家己的判斷吼，今年以來吼，應該是川普動用迄個關稅做武器，迄個幾率會，啊是講迄個幅度會較細。為蝦米呢？因為美國開始內部迄個物價會波動嘛，吼，慢慢的大家攏咧講，美國人是毋是生活開始迄生活迄個成本誒真懸，袂過無法度過嘛。affordability 講大家吼已經無法度擋袂牢啊，所以這面其實是真大內部的限制。我家己判斷啦。所以另外是講，伊甲中國迄個貿易關係，伊若佫起軍動武吼，其實中國會報復，啊，等到伊美國迄個關稅問題愈來愈嚴重。是，那蔡老師吼，咱講到上後尾，譬如講伊對伊朗25%，這是毋是？尤其你甲伊朗做生意的人，我攏甲你抽關稅，這是毋是？大家各會互相報復？對着川普來講，這其實是嚇驚啊爾。伊真正實施的可能性較低，像頭拄仔安老師所講，毋通啊咯，咱國內吼已經開始不多啊，那就需要 stop， 主要國家處理就好。其實伊要對伊朗，就是講大家若參伊朗有即個貿易的時陣，伊就要對扣25%。其實這當講是真小的即個稅率啦，吼，就是講扣即個25%，其實。我感覺全世界無一個講頭殼歹伊的國家講去為着要去參伊朗做生意，愛去得失着美國，因為迄兩邊的貿易量根本是完全袂比一個。啊，什麼國家會去參伊朗繼續做生意？中國。毋知影敢是中國，但是就是美國已經無啥想要參你往來的。啊，中國嘛有可能是其中一個候選人。所以我感覺講，伊要去扣即個25%即個稅率，我感覺宣示意義較大啦。伊真正會去拄到即個問題，國家我感覺這是較少的吼。我感覺因為伊朗必須要承認，就是講伊朗伊離美國其實有一段距離啦吼，差足遠的，參即個委內瑞拉是完全無共的。所以我感覺伫即個部分只是川普伊咧做一個宣示性的即個警告爾。啊，轉來講到拄則講破險迄個問題吼，金融破險吼，其實主持人拄則講到14條對無？吼，14條其實伊內底有9條規攏壽險公司，啊，壽險公司伊要去投資美國的時陣，迄其實政府攏有一寡規定，就是講你發啥物種利率的商品，你佇美國就愛投資啥物種利率相對的即個商品，所以絕對無可能講佇遮錢收啊去買美國這評定真低。啊，利率真懸的，才會借券，所以迄風險吼，可控是講安尼風險。因為我咧買若攏美國的國債，啊，若真正美國的即個債務出現真正重大的問題，即你佇對一個有破險，攏會受到真大的傷害。因為全世界金融市場都大亂啊，對。啊，你講煩惱講即個中央銀行吼，即馬美國總統去即個侵犯到中央銀行的權力，即大家當然安尼看是看袂落去。但是只要伊真正去甲動到的金融市場嘛會動，互你看。這就哪像咱佇4月初九的時陣，咱看佇舊年4月初九，看到川普去動這個對頂關稅的這個稅率，甲用起了相關的時陣，是毋是資本市場就放互你看？咱國安基金佇舊年迄個時陣入去，佇這個禮拜前幾工仔較退場爾，就是因為安尼入去的嘛，所以。資本市場會反映互你看，這就是美國參中國，民主國家參中國上無共的所在。咱民主國家咱有市場的經濟，佇中國是敢若有習近平的經濟爾，無這個市場的經濟。是尤先生啊，吼，上後尾你甲咱整個大勢來看，那麼台積電去刷來還佫有232的這個談判，毋知會啟動無？啊，然後還佫有。因要賣物件來，整個對台灣的這個生活經濟條件，你認為整體是好的嗎？我感覺即馬對股市對大家民眾的反應看起來吼，這個談判算起來應該是講勝利的啦，吼。啊，但是因為
台灣就是參美國誒整體的經濟發展佮政治的發展無共款的吼。大拄仔咱講着講迄個美國鮑爾吼，伊即馬參川普算講是較對立吼，但是伊即個對立應該袂像當啊第一任當啊開始做的時陣遮爾啊強勢。為什麼？因為伊要互共和黨會當佮繼續執政，吼，所以但是大家知影講伊是全面執政的多數，所以對川普來講，伊是要互大家看到講，哦，美國因為我即個川普2.0，所以大家生活加較好，啊，所以投資加較濟，吼，啊，大家收入嘛加較懸，啊，但是對台灣來講，今年上大的變數是啥物？因為台灣的政治較無共款，哪一個白？會佔多數，所以會引起足儕動亂。你看鮑爾這種問題，伊無法度，伊對川普真無法度妥協，但是台灣，你看大法官。